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7月8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南京洪老头，当然现在叫南京洪叔叔，有人叫南京洪姐。我看这个话题非常火，到了非聊不可的地步。昨天这个热搜上全部是南京洪老头，我还挺奇怪的。这个跟南京有关的最近的话题不是苏超吗？苏超非常火，怎么突然来个南京洪老头？后来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我就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，因为这个话题聊是可以的，但是它不是很多图片嘛、视频嘛，也不知道真假，看了之后会有生理不适。但是我看今天江宁警方发了一个警情通报，他是这么说的：他说近日江宁警方接到群众报警，称其隐私视频被人传播至互联网，江宁警方立即开展调查，并于7月5日将犯罪嫌疑人焦某抓获归案。经查，焦某某男，38岁，外省来宁人员，假扮女性，相约与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，并偷拍视频在互联网传播。网传南京60岁大叔男扮女装，基于1000余人发生亲密行为，信息不实。7月5日，焦某某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，被江宁警方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，2025年7月8号。这个南京洪大爷、南京洪老头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，咱们没有第一时间去聊这个事情。虽然它很热，因为咱们一直说，像这些事情都是最好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，因为你一时难以辨别真假呀。现在警方的通报，基本上理清了一些事实，也就是粉碎了网上很多传言，对吧？昨天还说这个南京的洪老头是60岁，有1691个人有零有整，各种传言。那你看，今天警方说了，他只有38岁，而且是外地来宁务工人员。完了之后，他也没说1000多人，只是于多人。而且从警方的通报来看，这个焦某某他犯事还不是什么卖淫嫖娼，不是什么生活作风问题，而是传播淫秽物品罪。也就是焦某某他拍了视频，把这视频还发到网上去了，他这个行为犯法了。所以警方是以这个罪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把他给拘了。至于他有没有其他的罪，这个那只能说警方进一步调查才能知道。为什么聊这个话题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下，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说，当然焦某某的网上流传的照片视频不知道真假，有很多网友做了个对比的图片，焦某某他男扮女装，他化妆涂口红一大堆的，总之效果特别差。看了之后就是反胃，就说这些上门的这些男的怎么下得来手？这个我个人分析，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就已经错了。错在哪儿？第一个，焦某某他到底是怎么跟这些男的联系的？这第一个，他是估计是通过社交平台，还是说线下直接去联系勾搭？警方也没说。第二个，这是最核心的问题，就是这些上门的这些男的，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洪老头、洪姐、洪叔叔是男还是女？他上门之前，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个洪老头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这很重要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些男的上门的时候，实际上他们都知道这个洪老头、洪姐身份，也就是说，我判断这是他们一个小群体，甚至都是熟人，他们一个小圈子，叫同性恋群或者同性恋那个圈子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不可能说这些男的奔着一个女的去了，结果对吧？一脱裤子发现不对，完了这个说都来了，那就办了。这个我觉得我理解不了，大部分人也理解不了。所以说我判断这是一个同性恋的小圈子或者小群体，他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发生矛盾了，发生一些纠纷，或者这个焦某某他本身恐怕就别有用心，他把拍的视频完了他发出来了，就这么个事。总之这个话题不适合咱们这样的人去聊，因为你理解不了。你没有办法代入，你没有办法以他们的思维去看这个问题，所以说你一看你就觉得
你就会质疑，你说为什么？你就觉得这个红姐都这个样子了，你怎么能下得了手？甚至很多人脑补是红老头，60岁了，所以更加加深了大家的不理解，更加加深了这个事情的叫什么？叫荒诞性。实际上，你看警方一通报，38岁，完了有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，实际上这个符合同性恋他们的小圈子里面的小群体。所以你不要以你的眼光去判断这个焦某某，她扮成女性之后那么难看，这个你已经走入误区了。最近咱们天天都在聊这个《红楼梦》，你说巧了，这个《红楼梦》里面就是江宁织造4大家族，正好就是江宁的，就是金陵。这4大家族里面的都是有龙阳之好，这里面有贾琏、琏二爷。这个琏二爷他一天都不能离开这个。每天都要运动，比如说他出差，下面人就给他安排好，那地方必须有 KTV， 能洗脚，还能过夜。如果说有的地方没有，条件简陋，那怎么办？这个贾琏就会从他随从他的那个小厮，长得清秀一点的叫进来，叫泻火。你看，这就是贾琏，琏二爷，男女通吃。还有一个叫薛蟠的，呆霸王。薛蟠就是追求那个柳湘莲被揍的。薛蟠为了追求那些男孩子，他专门跑到贾家子弟学校上学。为什么？贾家子弟学校那都是男的，清俊的后生。他去了，他有钱，大手大脚花钱去泡那些男的，为那些男的争风吃醋，一年给金融都要给个80两、100两，什么概念？后来这个薛蟠他就是在一次酒席上看见了柳湘莲。结果他叫追柳湘莲，这个柳湘莲就大概跟那个南京红老头有点像，喜欢男扮女装，喜欢唱女旦角色，长得也比较清秀。这个薛蟠就以为他也是就同好之人，所以他就对他展开追求。结果这恰恰不是，柳湘莲是个直男，所以把薛蟠就打了一顿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人，就是冯渊。这个冯渊就是跟薛蟠两人抢那个香菱的。这个冯渊本来是个同性恋，他只喜欢男的。结果当他从人贩子那儿看见香菱的时候，冯渊居然被掰直了，变成个直男。他要娶这个香菱为妻，而且他发誓不再喜欢男的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他被薛蟠带着人给打死了。你看这些故事很多都是发生在南京、金陵、江宁织造，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巧。一说到同性恋，你要把它跟地域挂钩，很多人就会想到成都。在我的印象里面，北京有个叫东单公园，那个公园离我们以前上班的地方非常近。我就听到好多故事啊，也听到好多忠告，说男的一个人最好不要去东单公园，很危险。你要去了之后，有人给你搭讪，有人泡你。当然，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传说，反正我也没去过，不敢去，生理不适。实际上，说到这个录像，说到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罪，让我想起了应该10几年前或者20年。应该有20年了，让我想起了陈老师、冠希老师。你说他给大家带来了多少欢乐啊？那个时候恐怕不流行拍视频，都是用高清相机。陈老师拍了很多照片，都是一线明星、女明星高清照片，那是多么的赏心悦目。不过陈老师好像他不是传播淫秽物品罪，因为陈老师他就是不够小心，他那电脑出了问题，他去修电脑。结果人家修电脑的时候，在那电脑的硬盘里面发现的，这么流传出来，好像陈老师的演艺生涯也就结束了。我在想，陈老师这样的事迹，现在变成这个南京红老头，这某种程度上也是降级。这个社会怎么了？这不是降级吗？消费降级，连娱乐圈都降级了，群众喜闻乐见的越来越少。关于他们同性恋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事，咱们也没什么好聊的。生活中我还真遇见过这样的人，一般呢他们都是比较隐蔽的，一般的他不会他的表露出来。但是我就遇见过一个有点名气，如果他自己不说，你很难知道他是同性恋。但当然他的一举一动是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。当然，如果他还告诉你了，那你看了肯定就更不正常。如果他还不说，你只能隐隐约约感觉他好像不太正常。一个男的，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开会，他们有很多举动你理解不了。那作为我们正常的，我们认为这叫正常人，那跟他们怎么相处都理解。他这个软件装错了，对吧？硬件是个男的，
装的软件是个女的，有的是硬件是个女的，但是装的软件是个男的。这老天开了个玩笑，你说怎么办？尊重，连马斯克这么世界首富，马斯克这么厉害的人，马斯克还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叫美国党，还要拯救美国，要跟美国两党，共和党和民主党要掰个腕子。就这样的人，他也没脾气。他儿子现在变成女儿了。马斯克冲冠一怒，帮特朗普竞选，也有这方面因素。他认为是民主党白左这些政策导致他失去了儿子，得到了一个女儿。结果这个女儿也不认他，跟他一刀两断。也就是马斯克对吧？遇到这个问题，他也没招。所以我们对这个小圈子，对这个特殊群体，只要他不影响你，不妨碍你，那就相安无事，那互相尊重。我倒是看网上这个视频，当然了，这个视频不知道真假。那些男的上门的时候，有的是拿一箱牛奶，有的是拎点菜，还有的拿着半桶油的，非常有生活气息，非常有烟火气。这更像是熟人之间，更像是一个小圈子之间的，像个老朋友。我想在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下，这个小圈子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圈子，这个小圈子恐怕也是生活不易。你看这个社会连正常人都生活不易，你就不要说他们了，他们要受双重煎熬，既要经受这个社会经济下行，这个工作生活的压力，他身心还有压力，因为毕竟他是不被外界所理解啊。他可以向陌生人，像其他的这种人隐瞒自己这个取向，但是他跟家里人他没法隐瞒。有很多人跟家里人是摊牌的，要不然家里人老逼他结婚，他结不了，所以很多人跟家里人就摊牌，就像马斯克的儿子跟马斯克摊牌一样。你想马斯克的解决不了，那你说这些家长能解决得了吗？解决不了，所以整个家庭就是不幸。马斯克都理解不了，那你这些家长也理解不了。甚至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，给家里丢丑了，给这个辱没了先人。所以你看家长亲属是这个态度，你说这些人他能轻松得了吗？他的压力会更大，他就比普通人阻力更大。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下，这个小群体他们的生存我认为是更加不易。所以说在美国民主党他已经走在前面了，但是美国还有保守势力，但是实际上其他地方不光是美国的共和党这个相对保守一点的，其他地方也都是不太支持。就在这一块还是美国的民主党步子迈得大一点，这不是搞一个第三性别吗？所以我认为，但是我也不支持，但是我觉得对这种小群体，只要他不影响你，还是不宽容。也就是他已经不容易了，他这是一种心理的病，或者是叫什么，那不就是错配吗？装错了软件你也解决不了。在我看来，南京洪老头这个事件，南京洪姐，它就像前两天K1375火车脱轨，这是一个道理，就是一个货车脱轨侵入了什么下行什么主线，也就是那货车脱轨之后侵入了客车上行轨道，发生碰撞。这个事情像极了南京洪老头的事情，本来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传播，它只会引起那小圈子人感兴趣，结果它就是脱轨了，侵入了我们正常人的轨道里面，引起轩然大波。本来大家应该对这个是不愿意去讨论，这有什么好讨论的？这个肯定没有那些女明星的好看。结果你看网上占了2天的热搜，所以我倒是觉得江宁警方最好是把传播这些谣言的给他查一查，怎么就60岁？这个源头在哪里？1691人是谁发出来的？这些耸人听闻的这些数字，这个年龄正好在现在这个叫自媒体时代自带流量。你想一个60岁的老头，完了这个1691人突破了我们的想象，让这个事件从他本来的小圈子里面一下进到我们普通的大众的视线，引起大家关注。所以我觉得造谣言的人最坏，应该警方把这个查出来，他是什么目的，什么用心。本来这个同性恋这个小圈子他在他们的轨道上面自娱自乐，他们本来这个现象这几千年有人类开始它就一直存在，不是说现在才有的。咱们刚才说了《红楼梦》，你也没必要说这个是美西方传来的，这咱们历史上就有，这有人类就有这事。但是它是各自在各自的轨道上
行驶，互不干涉，相安无事。这次为什么脱轨？脱轨就是因为这些造谣的。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评论，就说的是个性压抑，什么又是彩礼太高，又是现在这个女性眼高手低，就是这男性现在都比较压抑，收入又低，求偶难，一堆。实际上这个都已经偏离了主题，这是个同性恋的小圈子。我觉得这个事应该让马斯克出来谈一谈他的看法，更有价值啊。马斯克现在忙着搞他的美国党，这个马斯克美国党我也看了一下，他好像一般的成立什么政党，你得首先你有你的纲领、宗旨，还有组织架构、经费来源，好像马斯克的这些美国党这方面都还没有公布，或者至少还没有。我倒是比较感兴趣，他这个纲领是什么？关于成立美国党这东西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。马斯克认为利用他影响力、他的财力，他还有影响力，因为你不要看他好像花了3个亿美金帮特朗普选举，实际上这个也是他给自己做宣传，他跟特朗普2个人是互相成就，对吧？他搭特朗普的便车，特朗普也需要他助选，2个人，你也可以说是狼狈为奸。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马斯克的美国党好像他是要支持乌克兰，当然了，最后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清楚。马斯克在帮特朗普选举，一直到特朗普选上，到马斯克成为政府效率部的什么部长，这马斯克一直是对泽连斯基那是打压，那是侮辱，说泽连斯基就是个乞丐，乌克兰打不赢，对吧？这期间他做了很多伤害乌克兰、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事情，甚至中间是吧一度扬言威胁要把新链给断掉。所以我关心他，第一个他的美国党对俄乌战争是什么态度，第二个就是美国党会不会有远东支部或者叫亚洲分部，如果有远东支部或者是亚洲分部什么之类的，咱也得关于他的经费怎么样，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得到一辆特斯拉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如果他不搞什么亚洲支部、远东支部什么的，那跟咱也没关系，他搅和的是美国啊，那让他搅和去。他跟特朗普相爱相杀。马斯克成立美国党，他是要成为叫关键少数，也就是当民主党和共和党2个人势均力敌的时候，相持不下的时候，他这个少数，他这个比如在国会、众议院或者参议院有少量席位2、3个或者7、8个，那他的力量就很大，他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竞相拉拢的对象。但是实际上我是不太看好马斯克这个叫美国党，因为在美国类似这样的党派很多，好像搞了这么多年几十年都没有起色，最后美国就变成民主党和共和党2党轮流执政，这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，也有它的深刻的社会背景。不是说你头脑一热，你名气大，你成立一个政党你就能参与到美国政治、美国的权力分配，这个挺难的。因为美国是联邦制，每个州法律还不一样，你得从每个州搞起，一个州都去啃，所以我不太看好马斯克美国党。马斯克他搞这个技术、搞商业，我觉得他是把好手，但是搞政治，从目前来看是他的短板，他应该扬长避短。退一步说，马斯克他成立一个第3这个政党，就是美国党，他真的在国会或者在美国政治这个版图中，他有他一席之地。甚至成了执政党，那你觉得这个美国党他的做法会比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吗？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。你看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2个人，就感觉这个好像南辕北辙的，竞选的时候人脑子打成狗脑子，实际上他们的施政方针，他们这没什么太大区别，谁来了都是这么干。马斯克的那些想法无非就是理想主义，你最终还是要为这个叫柴米油盐酱醋茶让步让路，无论哪个政党上台，你都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既然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所以你的做法就不会有太大差别，只有一些术上面的战术上面的一些差别，方向上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民主党在台上，他那个美债是不是要突破上限？共和党一来，他也要突破上限。民主党在台上的时候，民主党要突破这个美债上限，共和党反对。同理，共和党在台上，他要突破这个美债上限，民主党也反对。他们都是一个套路，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反正我不当家，我是在野党，你是在台上，那我给你出难题，你说啥我都不同意。受煎熬的是你，
是你在执政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马斯克成立美国党应该是一场闹剧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